未嚟到 critic 課，唔知有咩吸引到我，望住咁多嘅好貨，唔知邊樣先最啱我。紅媽教小瓊我，樣樣真係好啱我，揀嚟揀去揀唔到個杯，全部賣晒仲好過。無論我哋邊款 product， 陪伴都唔少得佢哋帶嚟嘅 effect， 你點都唔會 expect 要佢去 reject， 不如即刻去 select， 唔好俾人搶晒嘅時候先至嚟 regret。所有時刻睇落細細個，咁就可以隨時更新咗，隨時隨地陪伴喺你左右，煩惱自動就會鬆開手，得1、2、3隻邊度夠，5款全部買晒先至夠喉，喺你身邊隨時陪你一齊衝去搏鬥。無論我哋邊款 product， 陪伴都唔少得佢哋帶嚟嘅 effect， 你點都唔會 expect 要佢去 reject， 不如即刻去 select， 咁就可以得到無數人嘅 respect。真係㗎？咁細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我㗎？至少我哋啲 product 啦，無聲音仔可以錄低最美好嘅聲音，而解憂石就可以舒緩你嘅壓力。聽到好似好正喎！係咧。無論我哋邊款 product， 陪伴都唔少得佢哋帶嚟嘅 effect， 你點都唔會 expect 要佢去 reject， 不如即刻去 select。critical 嘅產品真係完全冇辦法 neglect。無論我哋邊款 product， 陪伴都唔少得佢哋帶嚟嘅 effect， 你點都唔會 expect 要佢去 reject， 不如即刻去 select。3月7、8記得要嚟 critical 度 collect。HSBC 同 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 E+ 創夢闖未來，3月7號同8號約埋朋友仔一齊嚟啟德零售館1及2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到時見。